维权网在农历除夕当天发布通报，呼吁国际社会及中国各界继续关注白纸运动中被抓捕和遭遇羁押的每一位人士，促请知情民众提供被捕者的详细信息，包括被捕者的真实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职业单位和被捕时间等等。通报强调，所有被抓捕的亲人家属应该了解到，被捕家人提供的信息越清晰越详细，对其近况和外部营救就越有利。因此，千万不要恐惧，不要被恐吓。1月23日是武汉封城3周年，人们用鲜花缅怀因中共病毒去世的亲人。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正在加紧生产火化炉。大年初一的武汉，大街小巷处处摆满了菊花。这是中共当局放开管控的首个中国新年，人们纷纷用鲜花和祭品悼念在疫情中死去的亲人。2020年1月23日，中共官方宣布了封锁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举世哗然。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新型病毒还知之甚少，但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了对披露真相的独立记者的封杀。然后就觉得前面是病毒，后边又是那样的一种可能会被抓的恐惧。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因为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干什么都没干什么。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们都没干什么，大家都没干什么。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苗，也许就是像我这样的小浪花有足够多了，或者慢慢的它引起这种复杂的质变，对吧？就像蝴蝶效应。宝川一家火葬场的知情人透露，江西九江彭子县1个月内死亡6117人，而往年死亡不超过100人，死亡人数剧增了60倍。当地殡葬业者表示，现在接运遗体和火化都需要排队。中国的火化炉制造企业也在24小时加班赶工生产。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自1月份以来，全国跟生产火化炉有关的公开招标项目至少有37个。中国中共病毒疫情海啸导致了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但由于政府财政缺钱，医护人员在延长工作时间的同时，还面临着减薪、被拖欠工资等困境。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南方大城市一家医院的周姓外科医生透露，在最近大量染疫患者涌入之后，他已经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他说，最晚收到的9月份的工资减了近4000元，医院还取消了2022年的季度奖和年终奖，医务人员的士气现在非常低落。这名医生还说，医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是不发，而且医院还不允许他们辞职。如果现在辞职，他们的人事档案将被列入黑名单，这实际上是对他们今后在公立医院找工作发出了准入禁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结束了对非洲的访问，美国财长耶伦也随即前往非洲进行了访问。非洲成为了美中两国博弈的焦点，而秦刚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倡走一路免一路，为非洲国家减免不少债务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质疑。秦刚在出访非洲期间，试图摆脱美国对中国给非洲带来债务陷阱的指责。秦刚不仅同意免除贝宁共和国的债务，也同意免除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债务。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去年8月份，中共一口气就免除了17个非洲国家的23笔贷款。在中国，原本宣扬中共外长新年访问走一路免一路成效丰硕的文章，却遭到了官方的屏蔽下架，留言区也被关闭。墙外有大量网友质疑，自己国内百姓活得水深火热，养老金、医保亏空，纳税人的钱却被中共当局拿去国外大撒币。中共当局不止在国内应对中共病毒疫情海啸焦头烂额，在非洲也面临美国方面加大了竞争。1月18日，美国财长耶伦在结束与刘鹤的见面后，搭机前往非洲，展开了为期10天的访问。他说，这次访问非洲的目的是加深美国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分析专家认为，2023年美中两国将会加大在非洲的竞争，强调协助非洲国家解决政治腐败和独裁专制的问题，帮助他们走向民主自由，将是最好的投资。